歡迎大家收睇戀講馬，一個以戀愛嘅心態嚟評述馬匹嘅節目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嚟到呢個先拔頭籌專登第一場啊，咁啊又好耐冇出片啦，咁啊有留意翻，咁啊其實都係一路睇住嗰個黑卡資訊啦。嗱，咁佢上次就冇出嗰個叫頭位頭勢第一場，咁佢貼嗰啲大家都知結果啦，咁就無謂再重複啦。咁至於另外 Brian 嘅贏馬會出埋親飛，咁啊輸埋，咁今次冇出，咁就冇得登。咁就講翻第一場先啦，咁都係啦，咁啊黑卡安迪資訊呢，就又係講咗好多隻，咁啊但係講嘅次數呢，都明顯係比以前少咗嘅。咁每次聽都要聽得好仔細啦。咁首先佢提供第一場叫做連贏3重彩膽就揀傳承者，我就覺得有啲保留啦，即係最叻都係跑第4，連贏3重彩膽我就唔係咁睇好啦。咁所以呢，如果熱就咪搞啦，真係慳翻啲錢。咁配腳就揀咗呢個4號威威父子就可以嘅，咁但係通常根據經驗，如果半冷爆咗一場，第二場又未必真係去喎，因為再贏嘅話上4班可能又未必夠跑，咁所以呢個考慮下先咁樣啦。然後再貼多隻8號嘅領航傳奇啊，咁啊可以嘅，咁啊呢個反而有啲機會啊，一檔1650米。咁但係佢就攞嚟做配腳，咁就 OK 嘅，呢個都可以參考拖一票嘅。咁啊睇咗呢場，其實就第一場嘅心水就係1號、2號、4號同埋10號嘅。咁啊揀咗呢4隻馬，如果你揀一隻做膽，我就會選呢個1號嘅馬特風啊。咁其實就上一次1800米大敗就路程唔合適啦，即係太長啦嚇。咁前一次其實董明朗騎1650跑第4大熱門嚟嘅，再前一次嘅沙田1600都係跑第2。咁其實應該係中距離比較適合。咁今次點解會有咁冷？其實就主要夠12檔。咁反正5班馬都唔係話特別好強，咁有個半冷嘅話，不如睺呢隻仲好啦。咁所以我今次挑戰嘅呢，就係用呢個1號嘅馬特風嚟挑戰呢個叫做7號嘅傳承者。咁睇下今次有邊個登到啦〜